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咪啊。有好多朋友問我咧，佢話：喂，阿咪，你成日拍埋啲平價樓，有冇一啲稀缺嘅高層無敵景觀嘅，仲要係複式帶埋大露台嘅戶型啊？哇，要求咁高嘅，咁我今次不得不攞出呢套超靚嘢出嚟俾你睇啦。可以話你揾成個中山都複製唔到呢一個戶型嘅。大家睇下呢個無敵景觀先。地理位置方面，中山東區 CBD 位置啊。景觀方面，紫馬嶺公園望到晒啊。戶型方面，複式大面積215方俾到你。特點方面，新裝修送埋80方嘅大平台啊。我可以話咧，你揾成個中山都複製唔到一套一模一樣嘅出嚟啊。一棟樓得一個呢種戶型，26樓高層景觀啊。你想唔想同班 friend 喺呢啲高層景觀嘅大露台 BBQ 啤一啤佢呢？諗下都幸福啦，係咪先？呢個小區唔係咩山卡拉位置，而係中山最繁華嘅東區核心地段啊！樓下有乜嘢？銀行街、紫馬嶺、星河 Coco City、富逸城，全部都喺附近。咁你有啲幾大因素集合埋一齊呢？你話稀唔稀缺？重點係呢層樓新裝修㗎，好靚啊！要改動嘅地方好少。講緊幾多錢？215方送80平方嘅大露台，190幾萬直接攞低啊！可以按揭添，即刻俾你睇下呢個單位全部嘅細節。入嚟係1樓嘅大客廳啊，業主係冇做任何多餘嘅嘢㗎。睇下個裝修好新㗎，左邊有個大廚房啊 ，L 型嘅廚房，全新未用過嘅，洗手間都超級大啦，全部好新啊！呢個洗手間可以同時容納3個人以上。1樓係有間房嘅，好靚嘅木地板啊，一大排嘅衣櫃，3個窗啦，辦公台都做好咗嘅。呢間屋嘅特點就係每個窗位都係可以望到出面嘅公園景啊，超正啦！我哋而家即刻上去2樓睇睇。2樓上到嚟呢，會見到一個大客廳啊，哇，好靚啊，都一樣係裝好木地板啦。你睇下呢個景，犀唔犀利啊？2樓都係望返成個公園景㗎，而且一塊大玻璃啊。咁呢邊呢，2樓仲有個大嘅置物櫃，你睇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數唔晒啊，好多位啊。左手邊2樓嘅客房同1樓嘅客房一模一樣，都係木地板啦，一大排嘅衣櫃，3個窗嘅。佢2樓呢度呢係做咗個榻米嘅，你睇呢度都有儲物空間㗎。咁亮點喺邊度？你睇2樓瞓呢度嘅人一瞓醒，呢個景掂啦。好，我哋而家再睇下主人房先。主人房係呢間屋入邊最大嘅一間房。哇，你睇佢奢侈到咁啊，擺個大帳篷喺度喎。我哋睇翻一樣係木地板啦。呢個主人房嘅景觀好想要啊，點算啊？太中意呢個景啦，每日瞓醒都係望住呢啲景醒，人生贏家啦，簡直就係不得了啊！呢啲景觀真係好多樓盤俾唔到你㗎，而且仲要有咁大塊窗，仲要有個咁大嘅露台。我哋睇下主人房嘅衣帽間先，冷氣都配好咗俾你㗎啦，衣櫃都係好新嘅，全部都係玻璃門衣櫃啦。呢邊仲有張電腦辦公台，呢邊仲有另一個衣櫃，咁兩夫妻就可以各用各嘅衣櫃啦。睇翻我哋嘅廁所先，呢個廁所一定係特點中嘅特點啊！浴缸啊，中唔中意啊？哇，2、3個人浸都夠啊！太大啦，呢個浴缸不得了。呢邊除咗浴缸之外，仲有個浴室嘅，馬桶都係智能馬桶啦，做好晒嘅。洗手台都好靚，好大一塊鏡。成個廁所呢，佢裝修得都好靚嘅。你睇下地板靚立立啊！好，呢間屋已經睇完㗎啦。呢個景得唔得啊？如果中意呢層樓嘅話，聯繫阿咪，阿咪帶你嚟睇睇啦。有任何問題想諮詢嘅，都可以問我哋㗎。咁今期分享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